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牙家，台语安尼写牙家。家是古早时阵用柴苦来做的刑具，牙家就是甲这个家愧离人犯的阿妈棍。古早的人若做唔到代志，想要忏悔，或者是捌法院做无到，就会到城隍庙牙家向城隍爷来赎罪。演变到打来，牙家将做一种特殊的消灾祈福的仪式。若即摆牙家拢是刻着用纸做的家。牙家弹出来的意思就是自找麻烦、累赘受罪。你是在种牙家，食饱换腰讨皮疼。这代志明明都真单纯，你偏偏要舞甲遐尔复杂，你就是咧牙家。你安尼做，就亲像阿公常常咧念的“搬屎过河，烫裤放屁，多此一举”，根本就是咧牙家。你找这个人来都无效，生鸡卵的无，放鸡屎的有，加牙家。牙家牙，心脏病牙起来，菜价牙起来，性地牙起来，拢是这字牙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牙家实在真趣味。